哎呀，各位聽眾，亂好，我啲食物件，嗰啲，我食飽未？我上嚟特別嘅邊，俾個人介紹啫。上嚟特別嘅邊，冇咩特別啦，可嚟過啊，嗰啲人沙人本事啊，特別觀光嗰時真係出名咧嘛，當然觀光大人喺羅蘭丹那邊，觀光是定到講一百年，可能落一百年啊，觀光。嚇，哎呀，試下未見佢來試啊 ，sorry。OK， go。我又試啊 ，OK，sorry，啊，我開到你先啦，廣告。安姐，係咪？啊 ，OK，係咪 OK？談個了去哦，紅險我 Skype 嗰時啲見了個，我真唔知數。嚟啦，咪講廣告先啦，叫白冷先啦。阿蕉咪是定到講幾個數咯，阿蕉念蕉馬步啊。Hello，啊，你係咪？我阿蕉啊，你隻寶貝。冇阿伯坤，阿伯都個坤車呢。我哋坤車呢，成個 sexy 呢咯。哎呦，唔係換冷哎呀，你我等我得咯。住怕咧，我差輪我，แล้วก็就啊，這裡嗰就阿玲。啊，阿玲這邊。寶貝。阿妹教我坤車呢。我坤車，即係啊，我就咁撳時咯，尤其是讓啊馬來西亞是啊，這裡亞洲嘅人啊，因當佢馬路加9點，冇7點，8點我未夠，8點個，我未8點個，對，你一早請起來，甲咱拍空了，感謝。住人冇請 headphone 啊，咁我請 headphone 咯，是你錄咧，你冇請 headphone 未當。我有請 headphone，是講我 headphone 嗰時聽你 echo 太大聲啊！我都冚 headphone 冚乜細聲就冇啦。了冇啦，唔知啊，成個時唔知啊。我了其實禮拜吼，哎呦，死我出得話，喂歌就差亂呢。啷個佢自我介紹，佢講話真係實個差亂，等陣。景發仔，我是觀光。講得好。我是阿玲。隻牙。嗰啲講嘅咩啊？講我咯，特別講我啦，其實一鋪幾㗎啦。繼續講臭坤啦 ，bad habit 啦。誒，臭坤是住你 Water King 是特別拉羅蘭丹嘅 Water King 有啊咩Water King 是唔知叫咩追嘅咩骨頭啦，追昂啊，追棍昂啊，就咩骨頭咁就叫。啊，因為咩格棍公先。伊 suggest 嘛，แล้ว所啊，咱其實伊 suggest 伊嘅意見嚟啦，伊提議嘅，所以咱其實這禮拜就是不嚟講迄超款，我頭時講係咪就，伊只係 forum 入面嘅，伊是講，我是講，按咗講 bad habit 啦，冇佢 bad habit，好叫換咗講。But bad habit 嘅超款成冇咩想嘅咧。嚇，就是個 bad habit 是㗎。臭坤是話講嘅，陽光是講 bad habit 嘛。特別我，你使講落係特別，咱講學嘅話就講你 bad habit。臭坤咯，咪是臭坤嘛？特別臭坤係攞意思咯就。別人嘅就是自己嘅咯。臭坤係攞意思嘛？臭坤一個就是講 bad habit，就是嗰啲成個啊，你想自家做就係咩嘅了，bad 你加精加下，那就是叫臭坤咯。因為人是臭坤是成個你只做你一買型，係成坤唔是叫臭坤的哦。特別係你就唔是 bad habit 嚟嘛？是啊。咁樣是臭坤嘛？伊是 bad attitude 嘛？係你是伊嘅 habit 嘛？臭坤是講個 bad attitude 本咯就。對，咱講臭坤咧，是唔是當人是？咱講臭坤就特別有腦漿咧。哦，是哦。應該是哦，是哦。臭坤是較 more on attitude 啦 ，attitude 啊，冇 on habit 啦。咁咧 bad habit 咪是冇好 ，bad habit 好咩？OK，你講蘇鴻基嘅臭坤都冇上，所以咱講蘇鴻基其實講是 bad habit 嚟嘛，特別咱唔是講實伊人伊款水，佢唔是臭坤正坤啊。特別 bad habit 有到底有學嘅話字冇？未曉佢每阿龍，揀拍學阿龍啫啊！唔知拍接我都成日嘅，哎呀 shit 啦未接喎，我剛聽撥落岸好咧，我 call 而這一時候，有我就自己講啊，嚇 A 接咩 ？OK， 阿龍啊，阿龍 ，Yes， 阿龍，咪咕啊，哎呦，咪咕，你 headphone 往度落掉一半，你倒 headphone 啊？倒了啊！我個聽到你聲，個聽到我聲。我這邊聽到你冇計。你燙了？啊，這個聽到我聲。誒，
你有聽到過咩？ Hello，啊冇啦，啊聽到過啊？冇啦，有，不過佢睇特別，我講我未了，我到 lock 到一半，超寬嘅，我今日當我睇到個幾個，你個八點就冇隻阿佬，你 set up。啊，當然，哇好事咧，哇！立路，你一時我俾梅路啦，我諗啲落條草坤一部我放喺on hold 啊 ，because 我俾梅路看福建話，人邊人講福建話bad habit 嘅草坤個部上 bad， 成日有你是草坤是就人 attitude 唔好就照你咪行啊，呢時有你另外隻草坤是成日講你價價錢價隨價錢價呢草坤，嗱 bad habit 成日講價錢價啊，陣坤你草坤叫咗咩？是我上未掉，我突然間我做開面嘅時，喂媽都命壞啊！你按咗下叫做咩啊？按咗命壞，要命壞，我試咗上未見。佢拍到話啲梅里馬騮近嘅拍到下路。呢個咪嚇有啊！我同佢叫梅啦，係咪？你梅啊，當見話個，我確定個拍到下路啊！啊好嘅。嚇 ，OK， 哎呀，咱見阿節啊，節係咪即係湯未湯？屎位湯未湯，可能 crash up 啊！call on hold，how to put it back 啊？死未喎！死我唔要做啊！死開啊！人做一對，按照對去再 call， 我未曉 resume call 做啊！死我唔要就 hang up 嚇。Add to conference start chat resume 嚇。OK， 今次啊，我妹啊，係你講。喂媽，真命話！一上未掉，我記拍電話媽同見，一肯定個拍到等於梅。喂媽命我咋？係啦，咱講先啦，咱 start 講先啦，同咱羅裝就掉啦。有咱講咱先講佢哋抄坤咯，你冷係抄坤就成講嘅。是哦。係。講下。啱抄坤啊！當然啦，成日講 bad habit，佢成日講 bad attitude 成。bad attitude，硬係抄坤咯，佢是講。關公都答冇成抄坤響，關公都答冇成講先。響，係個先啊！嚇，講下先。嗯。有。人哋響嘅 attitude 啊，都是位置邦國。第一隻啦，抄坤都是位置邦國啊。嗯，我第一咪住班聽過位置邦國啊，冇人。我聽過。你是阿玲嚇？阿蕉咧？我冇聽過。啊 ，OK。我本冇聽過就即係阿玲都是他們這個人，玻璃少，哇，玻璃是，哦，邊人啦，真係冇聽過咧，我冇聽過喎。有啦，關公介食啊嘛，跟住擺喺你浪蛋嚟啊，唔係前個會有白講句啊嘛。哦，下掉，特別啊，你講冇咩掉咧就，我定住死架阿拉伯做人家介紹我聽下，你講介紹佢就位置望角係咩意思？位置邦國嘛，位置哦，字都是安怎形容啊？字擺係字啊！我亂喊講解喊跌嘅咯，亂。就掉啦！這是俾你學見啊！你想這是 RDM 啊？冇啦，係講啊，啦有 standard 本嘅，啦有 standard 啦講咧咁啊，能就係咱講嗰種啦。冇，即係俾你學見時候咪嘥咩出㗎了喂？即係唔是？抄坤咪是自敗坤。超字唔是超字。我唔是喺你看，唔是喺你，唔是唔對，唔是位置擺，唔是位置擺看，位置擺看。所以位置邦國有位置擺看是你話你就。你知係咪是邦國什麼意思哦？係咩意思？你知人介紹我唔知是定是阿拉伯做嘅是阿 Docs 講我聽我未記啊，定是阿 Docs 哦，真係阿 Docs。邦國位置字咧字擺字啊，位就是為了你字，邦國飛機咧國家係你知啊？哦，萬國，對，好了，位置邦國就是講位啊，係你咁問為咗一個查某啊，你家己國家都賣去。是哦，位置邦國嘛，你位機拍中國。應該只打波嘅就，應該只你唔知咩位啊咩。嚇，有真濟種嘅，係咩啊？我未記啊。中國樣嘛是有講嘛，中國早陣時伊個 Prime Minister 甲伊個首相嘛 ，Prime Minister 甲伊個 President 嘛是叫做朱鎔基甲江一鳴還是咩啊？未記啊。講男人不交際就對不起朱鎔基哦。
你人不卖淫就对不起江泽民你講華語啦，啊！唔係講華語。你啦，要唔係壓抑講華語，你然後講嘅係更加翻譯翻譯。誒，等下，讓等下我去拍到啲下之類，我讓等古時嘅接啊，等古時嘅接啊，我拍下。哎，撒街路啊，還沒準備這邊潮牌。誒，我唔知做咩準備 conference 啊，因為我係這裡冇交咩啊。誒啦，等我睇下你個 can 你嘛唔係咩？ add to conference。Oh, there you go。啊誒啦，哎呦，阿靚，哎呦，阿 John，係呀。當今晚嘅接駁有攞掉零，哦，hello。這裡阿玲，這裡阿龍，阿龍，嗯，你妹啊，你媽貝，我媽是而家我會喂講，係咪你我講？講，伊那時佢伊名就話伊名破嘅款咋，我破嘅發框，嘅，我嘅，破嘅，應該就破嘅款嘛。嗱冇聲啦，就大媽講，嘛唔係咩？我除到字典啊，故事講話字典。就是咧博士先生啊，博士先生行到做好學點啊，我撲記落喺，但我係抄坤咧，我係抄坤是啊破嘅落啊，不過咩破嘅咩？破嘅坤呀，誒，lock 是查某嚟咋？破嘅坤呀。嗱，lock 是查某嚟嘛？你到佢裏面呢個旗就我抄落嘅。有咧有當時唔知別講，你買咩路呀？冇啦，因為買啲樓頂我買嚟正邊個咋，但我做半樣我知啊。是咩？冇叫 Andy 接嚟講講。我行啲當冇拍攝，安啲當然當冇拍攝，我垃圾。唔使啦，安啲當然佢做後點嗰個。安啲冇做冇，頂到冇做後點做先生。冇做咯，代表佢一直 keep 節目啊嘛，要做冇獎嘛。啊，所以應該請咧，你買嚟做 guest star 嘛？會使，或者得請，或者得請。你有當佢人講就等於你破劇款啊，人講我每日買啊講即係 happy 入邊個基本比較。然後人講到對頭媽時話人講佢冇聽到呢阿龍啊，人當即係叫阿龍，即係叫阿玲攞掉玲，自然嘅亂。阿玲講唔是阿冠講阿龍啊，要亂呢？冠講。冠講，是啊，有聽啊？嗱，講係講個位置望角，都冇聽過喲。阿龍，位置望角就是位啊，你得啦，那個就repeat 嚟接到同埋落線，為了自拜，位置啊，自拜字啦，望角啊，飛機國家係啊。誒，白日晚啲地方講你聽起來字應該是錢啊，錢是鐳嘅。係啦，我肯定是位置啊。冇，唔是位置，是位置，confirm 了誒。位置。OK，位置係咩？自拜字咧。哎呦，位嘛位咯，成日為了字咯，為了字擺坑，未見咩國家。你講嘅字係坑，你成講坑啦！我啲時候就成日你三把東，你傻傻坑，你真講坑，笑的。你係冇講咩？講咩？冇。不要眼毛呢，不要眼毛呢。CVM 係冇。拜拜冇。嚟，就是講伊就是講，就是一種是其中。特別係啲籌款嘅款啊，特別我當然講就唔是你 pocket 款啊，我講就是籌款成個人籌款。你做咩事啦？籌款就籌款呢？阿冠講，叫籌款啊！這種嘅人啊，有影是真嘅咯，啫，冇有意啊！阿 John 本是一個啦，特別阿 John 是為一把，真衰嘢咯！唔是為一字嘅。我講聽做咩事啊？你講聽做咩事？我唔是幫講，我是幫喂你泵油嘅，你車你掛，阿龍我講聽，即係各位聽講可能聽冇聽到過，但我較早喺你三間聽叫啊，今日只我泵油咯，我去泵油嘅時期咧，油泵咪油泵嘢跟住一箍99咧，我咪就走去泵油咯，泵油咧泵一半咧是我，啊！我聽到我自己聲出住 echo，唔是我，這都是你誒。唔是我，我豆點我都冇聽到了。啊 ，OK，冇啦，當然冇個啦。然後我就去ปั๊有咧看到，即係有一間人到啲 truck 出來，你知道？見到呢，你知道？見到辛苦個開始，一行出來嘅時候，我就 distracted 啦，就知道，哎呀，
แต่看一時就咁樣叫我 credit card 少啊，你 receipt 係咪 print 啊？嗱看一直接起嚟要把咩你店裏面咧，時我咪騎車走去咯，或者就走去啊，就把放工時出來時就點話北京佬嚟看到我係你ปั๊油嘅，你坑你掛個開掉，你頭前一地咧開掉嘅門，你裏面冇掛喎，我掛未記㗎喎。你掛係你掛係啲對，我掛到啲咧要把咩你頂你要把自己物件係啊。好彩我冇喺度車牛會，我特別喺度車牛會。我冇喺度車牛會，卡車啲車會啊嘛。我冇係喎個，我只係到啲牛會咧，先特晚下嗰度係彎起之類，彎嗰邊有一間店是賣咧車spare parts啫嘛，我走去買之類。有時對嚟上換起咯，都是。要ปั๊ม就換嘢嗬。哦，冇講就換啦，是講條街就做佢哋去買啲 spare part 物件。你等下等講到對。你為把條幫腰掛，唔是把條啦，我都冇快把條，我實在看伊人呢。大家見你我咧，條把條你夾條到夾咯，見你我，點解你而家咁加價啦。啊，嚟就你講，你為之幫佢講啦，傻啊，嗰個係咪個？人嘅籌款，我哋未打慳人籌款，就是行書哦，行書哦，即係我大會記者咧，咁了行書是因為自己讀書嗎？行書是因為讀書，行書為了自己嘅了嘛，你做唔嘅咧，咪是為自己嘅嘛，不管人冇插嘛。少了，你講你是多大路，你使報出嚟啊？我話新加坡咯。新加坡嘅人是教書，我講新加坡嘅人教書，真一人，I think 佢咧只亞洲人本就冇教書。I think 啊，全世界人本是教書嘅是為了人教書，看到得一格教書呢，咋？為人是為了唔是教書啦，唔是教書，驚人看到啲書。你同事哦？愛邊啊？愛邊啊，邊追嘅啦。你看去大擺去跟頂博膠啊，伊去跟頂博都無驚迄書。啊，真係大擺講博膠誒。講 sorry 咯，咱講啊。本年冇辦法。第好 example 嘛，第好 example。講就會講。伊都無驚伊輸咯咋，特別伊驚朋友知伊輸呢，所以伊撈伊朋友講伊，但係擺滿就講伊。是唔是亂咧？大擺？啊，大擺話，大擺佢都破啊行頭咯。我做魯邦，刀口還沒稍微 effect 棒哦。啊，就覺得聽到我 echo 了。注意下，大媽注意做咩比較冇相關，聽到我 echo 大媽。住阿龍係可能是話，冇可能。你哋成龍啊？冇啊！因為我十二本聽你攞嚟話解，就攞六號一個。嗱，即係你兩個抽坤啊！你石來啊，抽坤。落阿玲啊！我就講落嚇，嗰個咩？個教書嘅嘛是。冇啊，冇 echo 啦，我冇聽到 echo 就好啦。哦。啊，แล้วก็หาแก่สูแล้วก็ที่แก่สูก็จุๆไล่我本聽到本。啊，จุ聽到，จุ冇聽到我 echo 得嗎？我聽到啊。จุรู้嗱，你這人就別講嚟名啦，你講話咧，我但係จุ是話，話咪是話，嚕咪是話。話啦，我群講啦，話啦。哦，我冇啦，我當佢已經真係細聲，我驚啲人聽唔到我 echo。你聽到嚕 echo，聽到我 echo。barely 聽到人嘅聲咯。แล้วโอเค啊，接你特晚講明下新加坡教書，哎呦是新加坡，唔是我講唔是新加坡啦，其實叫我對馬來西亞想，我講聽我去台灣咪是想，我頂住我坐飛機對去時嘛叫你去飛機時咯，去飛機時啦嘛講有嘛報告叫你 first class 啊是囡仔咪老人啊咪上去啦嘛對，แล้ว我都好。我唔是有好嘅啦，我是對好定住我到對時 upgrade 好我就去 business class 嘛。然後我咪是講我報掉我頭一擺陣卡早去飛機嘛。然後我同咪是到底後尾等就報告講飛機嘅時候，至多電起嚟個了你 economy 嘅 class 人個了衝起嘅了時，一講我問嚟個學你 first class 嘅，你 business class 嘅，你見那老人成去，哇冇買點大我嘢事，他都冇位咗。
有虾米人冇有啦？你話講特別是長人啦，阿嬷較少啊，安尼款嘅鈔款特別有別行嘅鈔款本啊，特別這種嘅鈔款咧，就是伊人你成日食夾死嘅，嚇我夾輸啊，我成起借，嚇背起到有嘅嘛，嚇你記咪哦？然後去他條啊，係咪？你怎麼講嘅長人係咪人？啲多到位人啊？我講下有蝦米人越南嘅人哦，有中國。有中國人，有香港人，有台灣人。哇！你做嘢包緊了啊！我就是講，但是我講嘅是，你每樣嘅時候，你去做上邊一樣嘅 passport 嚟看，你賺個了誒。because 我知啊，聽人講我知嘛，แล้ว伊係 flight 是到底到一個 net 來我知嘛。แล้ว是我這裡波波航空，感謝。多謝，แล้ว唔知ยังไง sponsor ว่าเหรอ多謝你飛機，或者係我對佢背 business class 我爽咯，我特接拍廣告伊，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拍廣告，我都背 business class 對，我冇人談事，我免背 first class，背 business class 我都夠嘅啦。แล้วหันแล้วตอนนี้ก็เลยมัน是จีน嘅จีน咯，因為我去飛機都上班條，安怎就伊個 ticketing agent 啊，特別出來，那看你叫我叫我嚟 ticket 起來嚇，一人嚟拖我，殺人去喎。喲，即係。你咪是只笑死呢呵！你話個我一個，嗰隻我對我去上地，當時我飛去 Bangkok，即係唔知攞三年4年整，可能我飛機去Bangkok 嘅時候，我是隻咩啦？嚇泰啊，哎呀死！嘟下來啊！有時伊咪是伊人哦，本身你看你有人是咪是講報告是啊，叫人去是唔知係咪有係有報告啊？就是博性，我別記啊！多次做人成起，嗰時候後尾成起嘛嚇，有啲人嘅了就成日到去哦，別點等啊！唔知上我去成日坐巴士，你看條就見唔到，成一定關係坐呢邊 KL mini 巴士嘅時候嚟叫做錢嘅時候。都冇知道冇上去啊！有時你看咯，即係其實我垃圾，我特別大喊嘅鈔款就是在夾數嘅，我未去正頭整成，我特別大喊嘅。是，伊個 seat 唔是 fix 係咩？好啦，有人俾佢夾機啊，係去對面一股啊，一搖啊，係啲你卡求起卡。我唔知，我特擺是夾位去啦，都定冇睇係嘛？哦，啊，是但所以 check in 嚟㗎啦。哦。我特擺是夾位間起，我袂使去後頂等人嘅，我氣死嘅，我特別夾位間起後人等我，你看啷個㗎？嚇！講到但後尾間起，我點知是到底後頂坐了邊我，你驚無限坐啊？恰晚12點鐘，你怪我幾個坐到對唔你笑嘅咯？我哋我哋話口去話口行先。因為我講聽啊，對我定住我對去嘅時候，我到啲台灣嘅時，我就去伊個咧，係咪啊？伊一間成啊，伊成啊，伊個咧。特別你成日就聽啦，肯定係 VIP 啦，肯定聽呀。唔是講就 VIP 本來就係人去啦，特別你特別是唔知特別是 business， 唔知係咩 business class 是唔知咩骨頭啦，你背只隻是到攤去，一經攤食包啊，食點心啊，肯定咪嘅。我咪是去入邊好人爭 A 啊，有諗咩？只隻人本來咧差別好咪就好食嘛，我咪走去食咯，我唔係去過嘛，300嘛，唔知走去食，是個 internet 嘛，佢起來隻 email 係咪骨頭？那做當做晒嘅時候，即係我報告時啊，是寫 final call， 我背記我背啊，我背我總計會都滯哦，到啲台灣咧，你阿妹張開嘟你背記掉嘅，裝啊，去後邊後尾是人去嘅小事啊咯。誒，不如嗱，去迄個有人家叫你嘅嘛，有人家有人帶你去 boarding 嘅嘛？冇喎，我都唔是老人，我都唔是囡仔。少頭前應該確別條路，有時隨人嘅嘛，特別係咪固啲都頂會有確別。你咪估一粒個放喺包入邊，差唔多成款啊！有咩搬啊？你試下 ，OK， 就去講，個就超款個。個就人個站超款，本身上 common 嘅就是當這邊嘅成日對人去家日本嘅事，就是講頂到講啦，即係外國，然後就人去supermarket 冇睇 sample 睇。試食咯，試食咯，食嚟買俾，你看你食吧。聽到人講，到底日本是人看到成日對人嚟是，咁樣快快燒嚟。哎呦，
有嗰度做緊款啊，做緊啲出邊咯，就出邊咧，你看。我都係因為日本他們咪新加坡真係夠酸嘅，新加坡我喺新加坡做工時哦，我是一個高德咋，以後高德徛咯，我咪徛，啲 supermarket 外口堆堆啫，你買啊物件出來 redeem 我嘅高德對，我新加坡人無一肯 miss redeem 物件咯，一出來哦，數碼我有，你有啊就俾有嘛。啊，唔要緊哦，伊一支 pen 哦，擺甲15分鐘，伊本會擺咯，係一個 pen 得5厘本無夠個，唔知。伊擺個唔要緊哦，伊啲外口嘅時，伊無像馬來西亞，假是講其他國家嘅哦，你買了物件都算無咧，啫。伊是迄種人買了物件，徛啲 supermarket 外口哦，行路邊邊啊，然後夾一支 pen 在邊對，我買一個物件，規類有價值我一撥無，你看搞我算咧啫。啊，睇到有人講這是有嘢咩？嗰時講新加坡想 generalize 咗自己多少先啦。我真嘅是啊，這是一個基本成事啦。我甲你講你，對咯，我甲你講你在홍博啊，咱講一個較濟是老人做嘅嘛，20幾歲少年小姐不是人款做嘅咯，喺新加坡我無老路。我有當時本問題啦，是講你往時是忙殺淡薄，特別成個，按照嗰人是新加坡人冇食錢嘅，嚇定，樣個記。即係有冇食錢？啲把嗰個 encyclopedia 講嘅你唔記得了。哦，一個就是真係唔要緊咯。阿玲，唔是阿關公啊，咱這邊 Costco 嘛是食這哦。啊，其實 Costco 食 sample 是。阿冇人muốn錢啊！錢佢好壞嘅，你啊！一塞一個車邊物件車，撻掉個咧哦，就話食雞啊你啊！就一賣俾。係咩？做樹嗰啲人只能食三包。free 咩？明對嘛？明對着啊，明咩嘛？我特別期有冇買 G I 啊？阿玲講多少冇？我講我特別期冇，特別冇知啊！你好困啊！我好困。你冇 point 嘅咩？你就我諗 as a Malaysian we must act like a Malaysian 都就喎。係咪做 Malaysian 上面 ？We must 嚇，we are a Malaysian so we must act like a Malaysian 嘛。We must promote the culture of Malaysia。係咩嘢？Malaysia culture。係咩 culture？我咪都講超寬嘛，超寬。超寬係 Malaysia culture 係咩？咩？啊！嗰一種超寬就是咪排隊咯。係啦，哎呦，我未打。對自己正常嘅啦，這巴啦，這巴這時就是一個人坐落嚟位咯。嚇！你個低講咧，你看到伊低講咧，有啲坐到拗舌咧，你驚別好出去嘅款咧。誒，隻面夾到內邊嘅你看咯，成種。啊，無論是假使坐條是看個卡呢，你把照個看嗰啲藤下邊啊，你徛到呢邊嘢是你要每嘢事，哎呦，關公我被打喊啦，你關公我同你講，阿妹一句話我就俾冚啊，買你坤啊！我肯定咁拍對後，你講阿妹一句話俾講咩？我哋聽到話講嘢我。另外，我講聽我你 warning 知道啦 ，warning 就講啊，warning 啊，我警告你啊嚇，我警告你啊嚇，當佢知道那時我覺得聽到我嘅件事，佢知道我冇 warning 嘅冇經過就頭冚咩嚇講講，特別看你冚咧時講嗰隻你哋就出門咯，有啊？依家是 backup 啊唔使，講下是咩下對。但是呢個 echo 我就冚一下講啊，喂，我把燈大笨笨了，我未打開啊，聽到我嘅件聲啊，你是頭先就是講一半，別排隊，冇排隊，排隊咯，嚟插隊嘅咯，你咪抽坤咯。嚇，講睇插隊啊！我聽見冇是去 cruise 我唔知啷知，我去你渡輪啊，豪華嘅渡輪啊，對下阿龍，搖輪。遊輪啊，遊輪。呢個遊輪是講 cruise 啊。哦，遊輪。jetty 嘅是叫做渡輪。哦，是唔是？豪華怎講啊？豪華啊。豪華。然後呢個差異，變咗豪華嘅遊輪啊！我可以借你豪華遊輪啊，就看你一時嚇，你真係就邊人啊咯？兩個。唔對，檳榔。
我在等人啦，係咪知講？台灣、新加坡，一來特別大美國只股咧，大啲美國大只股，哎呀，其實佢哋揾等人啊，好嚟，哎呀，來，跟你們講話啦，來，其實啊，咁講話係我哋煎出來哦，然後實變到冇乜對，然後你話特別往其他路樣，但是到啲頭整，然後喺度，人家走嚟，哎呀，又見到你們嘅，哦，煎咗咯。你其實講嘢啊，其實啲白佬咧嗬，嚟其實劇內邊嘅，嚟變到permanent劇內邊嘅。少，你講下面個這裡冇準備到阿龍，我是但我紅響拍定落可以。你話咩超寬啊？人知係，我超寬字咯，買梅話。唔是講你誒，唔是講你誒，白人誒。白人啊！我白人借咯，我哋講。我嚟就上嘅啦，上嘅。我嚟就講。我在馬來西亞超寬第一類係咪？等陣，咪講聲，見到聲。等陣先，阿龍講聲咯。可以講聲啦，一度見證會出嚟咧，可以講聲。係咪講啊？冇可能是佢在阿哥嗰時佢就冚落去，係咪講？你想頭一個 on the list 嗬，定到是 late 啊？哦，冇準時。冇咯，我哋講咯，答會乜嘢啦？阿爸你阿 John 咯，阿 John 見啲 late 啊，我喺畫面，我喺打波。對咧，我唔是誇大波嘅啦，誇水。對啦，你成日誇大波都咁未去冚怪嘛？對咧，人就會水，不好看咧。打波係咩 John？我打波好看啊嘛，看。打波呀？打波好看咩？誒咪是有唔掉嘅咯？即冇我冇怪人，怪我自己。是講我唔是你係你係一種叻嚟超寬，特別下集去就是講啊。你時間咧點先？我知你叫人特別梅嘛，即今日8點7點半隻車誒，自己那邊特別準備個9點半個攤食一種係。哇！即係買咯，一準1點鐘第一朝啊！你去食車，第一朝1點鐘過後，我都覺得難搞。咁你啲食雙格咯，係咪？都等於啊，波拖豆嗰隻雙格，拖豆咯。嗰啲人們是 expect。誒，等隻車冇拖豆啊！我知我只係一種嘅啊，成個成個即係定嘅炸過嘅係咩啊？定嘅咧，哇！定嘅啊，一烹咧，嚇！一個有你個咧下呢，係唔是下呢？落咁多嘅，啊，是咯，疼嘅咧，嚇！你就可以講，我覺得真係唔夠得講話依啊！你個隻啊，阿龍啊，嚇阿龍嘅事。我講正臭鬼人食者，有一人就是甲我講定話是苦啲頭烤味咯，查某前頭地會唔會苦啲頭烤味？哦，你你講係你我哋冇啲先唔話學過啦。啊，苦掉咧，冷茶餅啊，送機嘅，唔是冷茶餅是調開，哦，一是苦掉嘅，一是苦掉。我講埋苦掉，我講聽到是嗱，我講是調轉人嚟嘛，你是一隻半啊，係咪嗰啲苦掉？你到底舊英文苦掉就？佢得托卡查某情地都要佢托卡，能開裏邊開喎。位置旺角，嗰啲係嚇。好咧，阿冠講位置旺角咯。對咯。啊，我咧就是我去上海嘅時候，嗬，迄邊人夾水，因真確未去本地人嘅，因夾看會去外國人嘅，所以那時你去邊都無看冇話，老實講都是本地人所在嚟，因看未去到咧。阿龍講下大聲人噃。那阿龍細聲咧，我 turn 阿龍講嘅時，我 turn 我 speaker 較大聲咧。阿龍講你講咧，後你個仔聽到我 echo 啦。哦，落啦！這是我超寬嘅，我字你落。我記得咧，這人我特別嘉賓真係實試過，冇啦，我嘅基本冇算特別嘉賓。有下了吧，苦了剛剛拍電話。姑仔這個一話知啊，配談咯，人講男士就配談咩啊？啊對，個安尼款本算，可能真濟咯。我平常使掉你多頂一啲啊，放使買跳水。好啦，誒，做乜放使買跳水？等，個第一隻啦上面，我尋晚朋友有一間哦，第一隻啦上面啊，係咪？你解佢哋 trip 佢旅行啊，一時幾幫配都未啊，佢話死啊！啊，這超寬咯，這超寬。特別幫佢哋啲都做咩？幫佢哋 control 啊嘛。人真係未誒，人又亂。擼咩？點先擼 control？誒，可能使到阿龍，我真係超寬係。control 時間人極咯。
好啦，他二成位，這叫做被換名咯，妹阿培，妹阿培啊，教我借面你想我 friend 安怎啊？我 friend 啊，一間幫陪嘢都在喏啊。我去升旗山嗰隻，星期三落來嘅時嗬，落來嘅時你升旗山嘅，係你纜車，纜車，摸個了人嗰隻，我唔借你當。哇，識佢，哎呦，咦你攔你個冇嘢講嘅。邊啊行啊，後整嘅人啦，後尾từng人啊冇人看噶了。哎呦，你咁是放一擺哦，跪了，爆，有蛋咯，嚇有蛋咧，冇蛋咧，嚇，有聲是冇聲啦，補一聲是冇聲，嚇冇聲，冇聲個死，冇聲個死，你真係我仔要就係我點樣人哋暗潮咧，人哋看我仔，我是我人。就嗰時擼咯，冇我人一間嘛，啊，因為喺邊嗰人嘛，伊啲幫配咯，嗰人喺邊潮咗就，了邊啊人看了，嗰邊啊人看了冇人往幫嘅，啲仔是我人幫嘅了，冇往啲邊潮做咩？但乜就是講過出嚟，阿 John 啊，嗰一個超幹就是這是阿蕉馬步，這電推掃風機。嚇借咯，正正我真一借，我同我100蚊，嚇，借電梯裏邊只話解嘅人。特別嚇，咱問講這電推掃風機 itself 啦，是講冇話，咱講掃風機。假算個人家己啦，嚟啊，半線啊，嗱，呢行嚟啊，紅嘛，同我食姜酷紅，你有時同我講名啊，濕味記就濕味記啊，家己咯，係紅記，家己掃紅記嚟講咧，係你唔是超寬啊，係你是 pocket 啊 ，pocket 寬，唔是啦，是做 bad habit 啦 ，bad habit 係超寬，當 consider 做掃紅記 bad habit 咯。真正 bad。But actually 掃風機唔是 habit 嚟，係掃風機 addiction 啊，唔是啊？按照講啊，我未有講啊。特別假設人講我唔制咯。誒，有啲人唔是 addiction 啊，有啲人用手機是因為看那個 glass 咋。看掃啦 glass 掃攞打落掉啊咯。按照講啊，掉啦，掃風機是一種係咩啊 ？addiction 就講啊，阿龍。key in，咩 key in？大嘅。起見，生型嘛，起見啊，那掃風機是起見嘅嘛，你掃掉就見啦。當見啦，人這個人每看咧特別夾邊啦，阿龍啦，阿冠光啦，阿玲啦，唔是阿培啦，阿玲啦，阿這個阿蕉嘛冇，攏就掃風機。我冇，阿蕉冇，有冠光，冇，阿玲。冇哦，咁都冇掃風機，咁都冇，怪怪呢。哇，怪驚佢啦！你攞你哋辦，你攞你哋辦現，你睇就是唔可能個東西，真係複雜噃呢。你辦嘅現，阿 John 冇，阿 John 是冇掃風機個冇啉酒，真係怪嘅，特別見啦。了特別嗰一種嘅 comment 就是只突然嘅，就是你成日即突然啦呢個，成日都借即係地下鐵啊，還是借subway啊，是借巴士啊，成我都條講佢流冷啊，是你大把多嘅。哦，買可能借啊，唔是，你都不要緊，有嘅成日講你鳥一隻咧，嗬，一句單基本冇講嘅，成日哦，應該咧，或者deserve，應該可能杜蘭啊。有啲人開門學人嘛，成日都開門學人。大家都借你借，你借電推嘅時，你打慳掉學人接嚟，你人我接嚟一句單基本唔要講。你在你變咗做阿蕉馬波，蕉我當時啲新加坡唔是啊？阿講乜亂？講乜亂？你接來，人接來，你開，你單電推嘅時，人接來嘅時候，一個無咁講，但叫時你該開門嘅時啊，特站定嘅了咧是幫配去比。對了呢，假時講都俾出，你時講都俾出佢哋時間自己了啦。嚇，俾出時間自己了，幫配啊，不啦，沒使自己了啦，要等到在樓在那邊，佢 Q 你 emergency 一掉到那邊，幫配個人。
叫我的意思是講，我的意思講，你賺啊夠咧，你就自己了可以慢慢去攤啊。啊，幫配一個行出去，幫配一下掃卡出一個出。未啦，幫配未講隨時就演幫。我諗唔係按叫就叫佢哋即係妹配價都就咯。但係你自己幫配，你自己微微掉，你自己嘛是。微掉，但係我自己配，本是炒，但係你微掉把它配價給你嘅。你規矩個幫手就係啦。但奇怪嗬，唔知做咩。啊，即係最未起未落。嚟啊 ！message 話講其實叫伊哦，把路個困車。哦，佢未起。啊，直接阿剛剛啊，剛剛我睇得出啦，剛剛。嚇？我睇得出啦，你即係未起未落嚟啊嘛，咁時候喎，你後面未講我後頭後尾一句話講，差唔多未了啦，我未了咧，我叫伊未起未落，可以講一句呢。自己話嚟啊！剛剛你後尾一句話講哦。是貴咗。感謝，我琴日那時代咱嘅這裡未起未落咯，未起未落嚟，對，那伊可以講一行，可以講一句，對啊，但係當然單調未起未落，你估個唔聽啊，即係未起未落，我諗個二講成啦呢，即係阿龍冇咪講，阿玲冇咪講嘅，嚇未起未落嚟啊，未起未落，hello，你佢未聽係嘛？佢未聽。講聽未起未落我人講啊，差唔多未了啊，都全句完正啦。你講我同你講就超寬啊，我講過句哪裡啊？你講過，但是你講過呢，我人那是冇講過呢，我就同你講，那是講過就講了。有隻隻鳥卡咗鳥卡，係咪嚟？鳥票嘅，對。一卡電話啦，係 miss call 嘅。係咪我未明白，我冇明白，我講咩個頭？ miss call 咧叫你拍電話後都 miss call，是意思是叫你跑伊，叫跑伊。係咪是超寬咩咧？伊咪切女咗咧。哦，我同佢打機你分咯。你床頂嗰種人，我冇個仔攞聽到動牆哦。哦，聽到。我一種是想出去啉酒了，嘅時咪學你啉酒醉。對啊，冇拎出嚟咯。其實啉酒醉你咪是去伊個荷包嘅，解叫 Q 幾條抓住出來咯。查某嚟，查某未使嘅，查某 bus 確認嘅啦。了個後面個這裡未起未落，教講。個咩啊？แล้ว伊有咧我是伊盡隨路啊，伊是隨路照路。但我行啦，我講條特步步，就是講條我講條成個照類嘅，照類一買興嘅事，照類買興就是我把都掉啊，一單我把都掉呢，掉300塊啊，解咯，就來報出來就一面，對啦，你睇啦，但係玩得嘅，但是人哋你買面啊嘛，不使嚇，即係我一抽款咯，我做保險嘅嘛，所以講伊係俾我計興性咗，興嘅把都買興話，哦，你咪免保伊咯。tapi biaya cancel 我做 cancel 攤 refund 咯，使 tapi 伊隻出來是伊名，哎呦，一咪大了，未出咯，我看咯，佢後解配看。話咪原來超寬嘅事嘅人咯，那是講係講我聽啦，那是伊賣，那是講伊賣你名賣鐵話類一興對你嚟講啊，都係咁我講，啱背。我幫手已經特掉出來，特啲變喺學嘅咧。呢是個慘咩？伊變喺學嘅，所以冇人家解伊做朋友，驚解人照你湊佢買興嘛。但是講買興，你即刻講啊，特啲幫伊嚟講啊，我即叫請你起來，讀我話，讀，一個後面個，講咩啊？特別啊，就成發生事啊！一隻人出嚟飲嘢咯。三人 accident 嘅時間啦出嚟看啊！แล้ว偏伊嚟叫嘅冇幾人叫啦，你嚟飲。但係直接對嘢，直接走嘢，稍微。阿玲，阿玲嚇。阿玲。แล้ว個別見到差唔多แล้ว個有一種是無按照講阿龍我袂曉阿配。不是不登三寶殿，無書無來吹路誒。對。
無數不點散步點。三寶店，我頂當時我咪講一句啦，我一個波波人嘅波波嘅朋友嘅波波人啊。特別就是無數個來找，無數個來找我，你知道？佢直接是我講講，你不要打，你我房間我是我厝嗰邊是我樓梯起，就是我房間在出邊嘅嘛。所以伊個我講講，你不要打自己你三寶店打到你大門你門房間嘅門，所以以為是去樓頂就係頂咯，行去樓頂嘅是頂起看到就是三寶店啊咯。三寶啊，天才撈。天菜店啦，然後你係借女學人接學人嘅咩？我唔是女，伊要叫我做工課，我咪講少謝，可能人知是啲店，是講條照話喎，即是學你即係咁菜啊。你是先講伊是調住人嘅啦。唔是，我即實在 slip 出來呢。即是講調住話是學即係咁菜鴨湯，打調住喂。哦，咁在鴨湯聽，未使，即是邊啲學緊啊，唔是調住 podcast 啊，就要使調住 podcast 阿龍實啦。我未曉講調住話。哦，你未曉啊？就有講調住話這邊阿蕉咯。有嗎？你曉講啊？係你邊啲 podcast 是橋咯？啊，即傻虎咪是咯。係咯，傻虎咪是會曉咯。傻虎應該做嘅咯。調住 podcast。แล้วตอนนี้โอเคเขาแล้วจำเสียง等啊แล้ว個ซีมี哎呦死人貴點聲啊定我只 short start 啊 sorry OK 啊搞聊啊啷個面嘅講我下我各位聽眾冇係嘛冇啊嚇冇咧哎呀我就前面佢講嘅當時未叫我當佢咩報告嚇我當佢即係邊啲學嘅朋友佢嗱你先你咪記得是你 photo 嗱時你去邊啲學嘅 .com 嘅嚇一定面有隻 photo 嘅 link 就是叫話 Flickr account 啦 Flickr account 是冇學緊我啦特別講 Flickr account 去看我嘅效應咁我嗰次就係我定揸幾個月整我就 start 咗叫做邊啲學緊 .com awareness program 啊是按照講啊翻譯阿龍未有啦，我呢你黐住我就唔使攞阿蕉去做物件。就是講咪可能介紹，可能知啊，邊啲學緊 .com 嘅物件啦。所以你話佢有介紹，應該係你介紹左寫，但係邊啲學緊 .com 本好，還是你用 computer 做邊啲 .com 本好，介紹左寫本好，你下掉你協助影好啊。但是到時你個界面乜嘢使，你卡乜嘢使，你卡出乜嘢使，你配乜嘢使，有時。有關係嘅你物件，แล้ว下邊咧學緊 .com 到底一邊，但是你邊個人其實寫嘅本寫邊咧學緊 .com 到底你卡出嚟，咧其實係唔使。呢時嘅話咧，是我哋幫住佢話 Flickr 呀，แล้ว個自己當佢我哋 group 啊，我哋 group 即係團啊，到底係邊咧學Flickr 呀。anyhow 你去咧邊咧學緊 .com 嘅幫呀，一去睇咧 photo 嗰時啊，你去貼圖就雙雙就，但是你唔會再卡住關係之類資料。叫我變得紅筋，我講咗嗰啲上面有講嘅，變得學緊倫敦嘅會去讀這對仔啦。那是啷個？阿未再 member 人咧，後尾去變得學緊 .com 嘅sign up 嚟變得學緊嘅 forum 啊，變得學緊倫敦。今次啊，各位聽下這樣嘅笑天，你禮拜上個是中。按照講啊，中秋啊是中秋啊，啊冇咗8月10個，哦8月10個，那講中秋節啊是中秋節，中秋，我講中啊，我唔係講東喎，中啦，中哦，咱講中午咩？中午，中咯，應該是下禮拜啦，因為這個人都冇醒過，應該10月6號。10月6號咩？10月6號咧，下禮拜是唔是啊？會是咧，對啦，I think 下禮拜是啦，唔是啦，哎呀，你冇錯啦。但是下禮拜是我諗就是被講你中秋嘅物件，上個時嘅啦。別記啦，到時個嚟再看啦，特位小聽就對啦，又愛點聲，去到愛點聲都會啦，唔係我嗰時講嘅 KBC 未 KBC 咯，未 KBC 咯，咁時啦。咩 Kiki？個阿龍咁時啊，แล้ว個特埋阿玲咯，阿佩是即係妹啦。啊個即係特乜阿玲，一個關公咯，咁是啊，一個蕉馬波啊，蕉咪是要做啦，蕉是就見蕉咯，蕉嘛見蕉嘛係講係啊，對阿蕉
對對。感謝各位聽眾嘅收聽啦。禮拜，按照講，我特別講唔對，你講阿龍再見呀，再見呀，再見，啊再 OK，見。我特別講唔對，死氣，唔是再見，再見。我特別講唔對，我講咩啊？再見呀，我講唔對啊。再見。再見，咱免計較安尼字。免計較安尼字。嘛點會揾條O 啦？我時我講佢唔對物件，嗰陣時O 就啦，再見，再見，再見。再見，再，我要傾傾傾，OK，再見啦，各位聽眾。